做伙读圣经。今仔日9月初9，咱做来读但以理书第10章到第12章，以及何西阿书第1章到第2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但以理书第10章。塞罗斯做波斯皇帝第3年，互人叫做贝提沙撒的但以理得到启示。迄个启示是真实的，是有关一个大战争。但以理知影这个启示的意思，嘛了解这个异象。迄时，我但以理忧伤3礼拜，伫这中间，我无食好食的物件，无食肉，无啉酒，嘛无用油抹身躯。正月24，我伫底格里斯大河边，举头一个看到一个人穿油抹布一个衫，下乌发纯金做的腰带，伊的身躯亲像青叶，面貌亲像细娜，目睭亲像火焰，手甲骹光甲亲像瓦光的铜，讲话的声亲像规阵人在话的声。这个异象只有我但以理看见，甲我做伙的人无一个有看见。毋过，因拢非常惊吓，走去觅，剩我一个伫遐。我看见这个大的异象，就规身躯无力，面失色，连一丝仔气力拢无。我听见伊讲话的声，我一个听见就趴落去，面黄涂骹失去意识。忽然有一只手甲我摸，互我用脚头趺甲手提仔托伫涂骹，身躯还在喘。伊对我讲：得到上帝疼痛的但以理，你得明白我对你讲的话。你徛起来，我现在互上帝差遣来你遮。伊咧讲的时，我徛起来，身躯皮皮喘。伊阁甲我讲：但以理，毋免惊，你对头一日起就决心要了解这个异象。伫你的上帝面前谦卑，伊有听见你的祈祷。我就是为着你的祈祷来的。毋过，波斯王国的守护天使甲我挡伫波斯的领袖遐21日。后来，天使长中间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。现在我来是要互你明白你的同胞以后会拄到的事。这是关系要来的时期的异象。伊对我讲这话的时，我面黄涂骹，无法度讲话。忽然有一个看起来亲像人来摸我的喙唇，我就开喙对迄个徛伫我面前的讲：我的主啊，我因为这个异象，心内忧伤痛苦，规身躯无力。我是主的仆人，我哪会牵得到我的主讲话？现在我规身躯无力，徛袂牢，强要袂喘气。迄个看起来亲像人的，佮甲我摸，互我有气力。伊讲：毋免惊，你是上帝所疼的，愿你平安，你着坚强，佮再坚强。伊一个对我讲话，我就恢复气力。我讲：我的主，请你继续对我讲话，你已经互我坚强起来。伊就讲：你已经知我是安怎来你遮，现在我要倒去，甲波斯的守护天使交战。你就知，我去了后，希腊的守护天使就会来。毋过，我要将真理一切记载的事甲你讲。以色列的守护天使米迦勒以外，无一个会当帮助我抵抗因。第11章，迄个看起来亲像人的，佮讲：米底亚的大流士做王元年，我有起来协助米迦勒，互伊坚强。
现在我要将确实的事甲伊讲。波斯话有4个王，第4个王比以前的王较富足，佮因为伊的富足变做强盛，就煽动逐国攻击希腊。希腊话有一个用命的王掌握大权，照伊的意思统治国家。伊的权势真强盛的时，伊的天下就分裂。毋过伊的后代拢无人继承，分裂出来的国家无亲像伊有遐大的权力，伊的帝国会消灭，统治权互外人夺去。南方的王会强起来，毋过伊的将军中间会有一个比伊较强盛，掌握真大的权力。几若年后，南方甲北方两国要结盟，南方的王会将查某囝嫁予北方的王，毋过南方的公主的影响力维持无偌久，王的势力嘛挡无偌久。南方的公主甲侍候伊的人、伊的囝，以及辅助伊的人，拢会受杀害。毋过，公主的后头有一个起来做王，伊会带军队攻打北方的堡垒，得到胜利，佮将北方的神明、住的神像以及金器、银器，拢带倒去埃及。几若年无搁攻击北方的王，后来北方的王会侵入南方的领土，然后才彻底倒去北方伊的本国。北方的王的囝会调集大军兵，准备战争。其中一个囝会亲像大水泛滥，冲击南方。后来，伊会搁去进攻，攻破南方的堡垒。南方的王非常生气，出来排阵交战，将北方的大军打败。南方的王打败对敌，掠真侪人，就骄傲自高。伊虽然杀死几万人，毋过伊的胜利维持无偌久。北方的王会带比以前搁较侪的军兵出去交战。几年后，伊会带强大、装备优良的军队来。迄时会有真侪人起来攻击南方的国。你同胞中间的暴力分子嘛会背叛南方的王，互异常实现。毋过因为失败，北方的王会搁来做土堆，攻打封闭真坚固的城。南方的军队抵挡袂了，连特选的军队嘛无法度防守。来攻击南方的会出在伊家己的意思做事，无人会当反抗。伊会占领迄个肥水的地，完全控制迄个地。为着要推翻南方的国，伊决定用全国的力量征服南方，就先甲南方订和平条约，将家己的查某囝嫁予南方的王，要用安尼推翻南方。毋过，伊的计策未成功，家己嘛未得到利益。后来，伊就改变主意，讲出真侪沿海岛事。毋过，有一个外国的将军要阻止北方的王的压霸，甲伊打败，互伊受侮辱。了后，伊会彻底倒去本国坚固的城，毋过会互人杀死，就永远消失。以后会有一个人刷接北方的王位，为着要增加王国的财富，迄个人会派官员伫全国跋涉。过无偌久，这个王死去，毋是因为决斗死去，嘛毋是因为战争。后来会有一个卑鄙的人起来，伊毋是合法的继承人，毋过趁人无方便的时，用诡计的手段夺取王位。伊会亲像大水，将所有反对伊的势力全部冲散。遐个照契约设立的领袖嘛，互伊杀死。伊甲别个国家结盟，
就用诡诈的手段，互伊小小的国家渐渐强盛。伊趁人无防备的时，侵入对方生来上肥水的地，做伊的祖先毋捌做的事，将手内的战利品甲财宝分互伊的部下，佮用计谋公取堡垒。不过，这个拢是暂时的。北方的王会带大军全力攻击南方的王，南方的王嘛会带强大的军队甲伊交战。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的王，所以南方无法度抵抗。谋害南方的王的人是伊的亲信，所以伊的军队战败四散，互人杀死的真多。这两个王拢心内心鬼计。虽然做伙食饭，毋过互相讲白贼。因两边的计谋未成功，因为所指定终局的时间还未到。北方的王为带真侪财宝返去本国，伊心内反对上帝子民的信仰，依照家己的意思做代志，了后才返去伊的本国。到指定的时间，伊会过来攻打南方，毋过这本甲顶本无相款。因为其他的战船来攻击北方的王，伊就惊撤退。伊真毋甘愿，就照家己的意思破坏伊所万分的上帝子民的信仰，用安尼出去。伊会搁倒来听遐个背叛信仰的人的意见，派兵来占领堡垒，亵渎圣所，禁止献逐日着献的祭予上帝。佮将可恶为递到毁灭的米踩伫圣殿，伊会用规格得到违背信仰的人的支持。毋过，遐人对上帝忠诚的人会勇敢采取行动。有智慧的领袖会教导正人，毋过有一段时间因为受杀害，互人烧，互人掠，互人抢劫。因伫受迫害的中间，简单为得到小可的援助，阁会有真侪人假意加入因。有智慧的人有诶会受迫害，安尼是要甲其他的人磨练。伫时期结束以前，甲因结晶，互因谦卑，因为离上帝指定的时要有一段时间。北方的王会继续照家己的意思做代志，自高自大，看家己比所有的神明较大，佮用大声话亵渎万神的神。伊做这个代志，伫上帝大生气结束以前，拢真顺利。毋过上帝决定要做的事一定会实现。北方的王无尊重伊祖先的神明甲妇女教义的神明，无甲任何神明看在眼内，因为伊自高自大，看家己超过一切。伊简单崇拜堡垒的神明，用金银、宝石甲尊贵的物件献予伊祖先毋捌的神明。伊靠外国神明的帮赞，攻破上坚固的堡垒。若有人认同赞成伊，伊就甲因奖励，互因管真侪人，搁使土地互因。热期到的时，南方的王会甲北方的王交战。北方的王会派战车、马兵、真侪战船，亲像光烈风，甲伊反击，亲像大水冲入遐个国的领土。北方的王会侵入肥搁水的地，杀死几千几万人。毋过，以东、摩押甲阿门大部分的人会逃脱免死。伊要搁伸手攻击各国，连埃及拢袂当逃脱。伊会掌握埃及的金银财宝甲贵重的物件，搁征服利比亚甲古实。毋过，对东边甲北边传来的消息，互伊真烦恼。伊就受气出兵，要去消灭真侪人。伊要伫海甲水的圣山中间搭东方的布边，毋过伊的结局已经到了。无人会当帮助伊。
第12章，上帝使者继续对我讲：迄时，迄个保护你的同胞的天使米迦勒要出现，然后一定会有一段灾难的时期。迄个灾难是对开国以来毋捌有的。迄时，你遐的名有记伫活命册的同胞会得到解救。真侪已经死去的人会过活，有的得到永远的性命，有的永远受铁笑压制。有智慧的人会发光，亲像天顶的光；遐会带真侪归远正直的人会亲像星辰永远发光。但以理，莫去到以前，你着将遮个话保密，甲即本册封密。伫即段时间，一定有真侪人专心探讨奥秘的事，知识就若加添。后来，我但以理看到有2个人徛着，一个伫河的即边，一个伫河的迄边。其中一个对另外徛伫河水顶面，穿幼麻布的衫迄人讲：这个奇异的事，什么时会实现？迄个徛伫河水顶面，穿幼麻布的衫的人，天举双手，我听见伊基永远的主宣誓讲：过3年半，就是残害遐个圣的子民的势力结束的时。遮个一切的事拢会实现。我听了袂明白，就问讲：我的主，遮个事的结局会安怎？伊讲：但以理，你毋免操烦，因为伫末日以前，遮个话拢会封密保密，一定会有真侪人得到洗清洁净，接受锻炼。毋过，歹人会继续做歹，这个事歹人袂明白，只有智慧的人才会。对禁止逐日献祭予上帝，搁采遐个至高灭亡可恶的上迄日开始，直搁听候1290日。所有坚持到1335日的人真有福气。你咧？你得坚持到结局的时，你会得到安息。到末日，你会搁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何西阿书第1章，下面是乌西阿、约坦、阿哈斯、以西家刷接做犹大王。约华斯的囝亚罗波安二世做以色列王的时，上主对比利的囝何西阿讲的话。上主头一遍对何西阿讲话，讲：你去娶一个淫妇做某，受伊对淫乱生的囡仔，因为这个地方充满淫乱，离开上主。何西阿就去娶迪拉因的查某囝戈密，伊怀孕生一个囝。上主对何西阿讲：甲伊号名叫做亚述勒，因为过无偌久，我要因为耶和华对亚述勒害人流血的罪，甲因刑罚，要断绝以色列的王朝。到迄日，我要伫亚述勒山谷压制以色列的经。戈密搁怀孕生一个查某囝。上主对何西阿讲：甲伊号名叫做罗哈玛，因为我无要疼惜以色列家，一定袂甲因赦免。总是我要疼惜犹大家。我上主因的上帝会救因，毋是用弓、用刀、用高箭、用箭马，也是用马兵救因。罗哈玛2年了后，妇人人搁怀孕生一个囝。上主讲：着甲伊号名叫做罗阿米，因为恁
毋是我的子民，我嘛毋是恁的上帝。总是以色列的人野话亲像海沙袂牛得，袂算得。以前上帝伫什么所在有对因讲，恁毋是我的子民，将来伫遐要对因讲，恁是永我上帝的囝。犹大人甲以色列人会联合，选一个领袖，对即个地兴起，因为耶稣的日会诚做阳光的日。第二章，以色列人啊，就甲恁的兄弟叫做我的子民，甲恁的姊妹叫做所疼惜的。去告恁老母甲伊理论，伊兼毋是我的某，我兼毋是伊的翁，叫伊除去淫乱的面容，引诱人的形孔，才免我甲伊烫光光，亲像拄仔出世迄日的款式，才免我互伊亲像旷野大扫的地，喙焦到死。我无要听伊的囝儿，因为因是对淫乱生的，因的老母行淫乱，做见孝事生因。伊讲，我要去缀我的爱人，我的羊毛、抹布、饼、水、甲油、甲所啉的，拢是因互我的。因为安尼，我要用刺仔踢伊的路，做墙互伊找无路。伊要去入遐个情人，毋过入袂着，要找嘛找袂着。伊就讲，我要倒去找原来的丈夫，因为我前的情况比现在较好。伊毋知伊的五谷、新酒、新油拢是我互伊的，伊互使巴勒的金甲银嘛是我互伊的，所以收割的时，也是出新酒的时，我要将我的五谷甲新酒甲摕倒转，嘛要将我互伊额坎身躯的油门甲抹布甲抢倒转。我要互伊伫伊的情人的目睭前赤身裸体，直到见效，无人会当救伊脱离我的手。我要互伊袂当阁有宴乐，无阁有初一、安息日甲其他的节日。我嘛要毁坏伊的葡萄树，无花果树，因为伊讲这个是伊的情人，互伊的报赏。我要互伊的果子园下园，出在野兽吞踏吞食。伊以前烧香服侍巴勒，用鱼膏甲逐种装饰品，装水水去缀伊遐的情人，煞袂记得我。所以我要甲伊处罚，这是上主讲的。安尼，我要招伊来旷野，轻声细细甲伊讲话。伫遐，我要将伊的葡萄园还伊，佮甲灾难的山谷变做五芒的门。伫遐，伊会引导我，亲像伊少年的时，亲像伊出埃及的日。上主讲，伫迄日，你要称呼我冤翁，无阁称呼我冤头家。我无要互伊阁求叫巴勒，要互伊袂记得即个名。伫迄日，我要为着我的子民甲山野的动物、空中的白鸟以及地上的虫炭立约。我嘛要讲断地面上的剑刀甲所有的武器，互因通安然倒落去休困。我要带你永远做我的某，用公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做聘金甲你带。我嘛要用忠实做聘金带你，你就会真正捌上主。上主讲，伫迄日，我要应答我子民的祈求，要互天落雨灌压土地，互地出产五谷、新酒甲油，用这个应答耶稣的。
我要为着我家己甲伊栽种伫即块土地，我要疼惜罗哈玛，要对罗阿米讲，你是我的子民，因为因讲你是阮的上帝。咱今仔读的圣经节伫但以理书第10章到第12章，以及何西阿书第1章到第2章。